高雄正义市场的轮饼教食案事件是造成173个人食物中毒。虽然讲这业者已经有出来了协调赔偿，也毋过因为因是无这个产品的责任险，也就是讲这受害者可能是会讨无钱的。有市议员是要求这市政府必须得爱强这市场的反啊去保这个责任险。经法局是表示讲会调查高风险的大，甲业者沟通了后，才来推强制保险。会啊，几十年的成果。 会因为那个事件而化为乌有。高雄正义市场这家卖40年的轮饼糕老店，月初食物中毒，造成173个人受害。议员除了烦恼摊商无保责任险会倒大，嘛惊受害者买手会讨无赔偿。议员认为，食安法的规定有空旷，无营业登记，就无强制爱保责任险。提出这款传统菜市内底做正的摊商，明明都是食安风险管的对象，却伫咧制度外去。这件代志是一个危机，嘛是转机，市府爱提出作为。我们不要等中央修法，我们自己就可以推动的，要先推动。 然后，所以重点不是鼓励投保，是我们要把保险接入自主管理，就做成一套制度。保单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可能价格或者是风险的评估上来说，可以更为完整的话，其实对摊商来说会更有保障。目前全国敢若台北有针对公有市场摊商爱强制保险，市府表示会先对公有市场大先做，拜四会先找保险业者来讨论保单的内容甲技术，后续卖去甲摊商沟通需求，才开始来推售。有摊商讲保险确实有必要，因为这款代志一世人袂堪你拄到一摆。应该买熟的物件，应该拢爱保养较好，对人客啊、民众啊较安心嘛。政府若讲会当补贴，安尼可能看完会拍算。比如说万一发生的时候，后来才发现说没有纳保，事实上对摊商，说明摊商就是因为这样子就自己就承受不了，就倒掉还是什么的。那重点是消费者就变成会求偿无门。 所以我是觉得说，那这个保，我觉得说对消费者跟摊商都有实质的保护。议员表示，若公有市场、民营的市场，嘛会使先对分级开始，豆豆去要求摊商爱保险。市府强调，会先甲摊商沟通了后，才开始强制保险，卖个保险的条件甲负担，尽量瓦紧摊商的需求。记者郭家做邱朝阳、高雄场报道。